继续来看军事的消息，由中科院研发的瑞恩2型无人机，甲国军演习的过程，即时团起指挥所甲作战中心，对建立战场共同的导向是真有帮助。也那无人机伫明年的国防预算是嘛占真大比例。专家是肯定国军重视无人机的战力，嘛希望会当加强研发大型无人机的量能。 滚出真热的火焰，高速离飞机啊！海军海空大队射击向风2型反舰飞弹精准拍着，飞船炸甲脆糊糊。富江军舰发射向3反舰超音速飞弹，同款精准拍着北南。国军113年精准飞弹射击，各种飞弹拍着目标，画面震撼而且清楚。两者镜头的幕光线，就是由中科院研发的瑞恩2型无人机，将即时影像传到国际指挥所甲作战中心，建立战场共同导向。 另外，还个人进行真数情报告支援海上搜救，因为无人机会伫明年咱的国防预算当中占真重大比例。专家肯定国军重视无人机战略，不过也认为咱研发无人机的脚步比对方较慢，爱赶紧对着。我们的中型无人机啊，比如像瑞月2型啊，甚至我们等下会谈到瑞月3型啊，这种无人机我们已经研发有成。 但是呢，在大型无人机的部分，像是腾云2代哦，其实这部分的努力我们可能还要再加强，否则的话呢，我们很容易被对方所超过。国军这个强化部队前战略，不过强军依然继续将台国防部查到12架强机、8架的强舰，4架中方国务船在大海周边活动，其中7架强机超过海峡中线，是要加强军事施压。不过国军遇到例行重要演习天马操演，16在屏东绑线开始。 主要是在验证部队反装甲武器实弹的精准射击效能，其中包括托式飞弹夜间射击的项目。这摆天马操演白天暗时射击科步，要验证信息，热很相宜的野战能力，也要展现国防量能，互强军唔敢超过一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